兩支球隊公平競賽，每隊同樣有11人，每人同樣有一隻左腳，一隻右腳，雙方各自守衛半邊球場，上下半場同樣係45分鐘，目的係將個波送入對方一式一樣嘅龍門，入得咁多，得咁多。兩隊球員着嘅波鞋都係經國際足協認可，分別只係有隊着咗全新嘅 Adidas Predator。哇！猛虎射球！如有投訴，請寄瑞士蘇黎世郵箱85號國際足協收。多謝。